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先生要教大家是亲子瑜伽。安尼呢，大朋友可以邀请的新人呢，好邀请的全家人来同下来做瑜伽哦。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看到我隔壁的阿金，今日要来当示范小帮手，让人唱能放起来同人做暖身的哦。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左偏右偏来做一个甩动，放松的身体，臀的身体，好，可以热起来。好，鼓在中间，来训练我们的腰围，来捞阳髋呢。尽量捞太强一些咯，因为我们等下动作啊，我用到腰围，还有我背肌，好，所以我腿热起来哦，那我们疏松哦。好，来弯片，好，请用你的手来保护你的腰围。好，低后背来做仰头向后仰的动作。低前面，好，来再来低后背，慢慢的低下面，好，手不用松，不用下来，好，左偏右偏甩动，不用松，不用松，嘿，尽量不用松，莫用力。可能先快没有到听来嘛，不用松，像时钟一样，好，左偏右偏摇，好，慢慢的原背放起来，好，然后来坐下来，好，慢慢的坐下来，下来压胯练习哈，用压背翅膀用的。面对面，好，手不爱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小朋友可以，好，慢慢的对按的绑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更加来稳太拧，所以呢，第二步绑。往后拉，再绑，好，再弯拧弯偏，好，弯拧，以后不绑，再绑。好，如果扛到爸爸妈妈讲哦不可以耶，干都没绑哎，可以的话你可以帮他好拉筋哦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来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人家。
侧弯腰，来侧弯腰。记得胸口要看上面哦。慢慢的规张，弯片，侧弯腰。好，所以呢，小朋友打口来，好，打口来，妈妈爱下放来，来数，来爬楼梯哦，一条，二，哎，记得咯，莫特勉强哦，哈，三，慢慢的爬楼梯，还可以的话，哈，都比安尼都好诶，唔可以，唔是安多，安尼。好，可以耶，好，看看他的筋可不可以承受。好，可以慢慢的往前爬。如果身体呢，身体呢筋骨滚圆，好，有骨滚圆都可以。好，从好一路可以肚子娘挺奶下。好，尽量会打侧1、2、3。是做一个停留，好，慢慢的爬过去。好，两只脚合放来，通通啊，嘿，两只脚，好，通通啊，嘿，通通啊，好，拍一拍。好，稳矮哦，稳慢慢哦，好，稳太你的哦，莫输本身你的哦。好，你再喝杯水。所以呢，在后背是小朋友好听后背，好啊，可能是也可以让佢听哪下么？好，1、2，好，慢慢的同佢绑，啲後背綁，啊，可能佢同動冇哦，還有同動冇？冇，好，數半嗌。啊，如果睇人啥唔可以，唔怕，冇勉強，都一片都好誒。啊，唔尷尬停留一段時間，我可以做嘅話，再來慢慢地喺前面爬。好，咁停留唔尷尬 ，OK， 再喺前面爬。好，來循序漸進的方式，冇太勉強哦。我再爬過去。好，安能第前面，好，打口來，好，爬樓梯來，準備來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慢慢的爬過來，爬回來，好，兩隻腳合放來，通通啊。好，来趴着，蛇式。好，身体在后背一起，小朋友在后边。哎，好，趴着，好数，打口来哦，两个人的胸口两片。好，慢慢的起起摩臀，跳起蛇式，从阳光撒样的。好，放起来，用个背肌跟腰。撑上去，好，跳哪款上面，手掌要伸出來哦，好，慢慢的下來，好，再一擺哦，來1、2、3，放起來，好，是可能性，好，不用你加速。弯片，好，慢慢的下去，好，小石头，来，腳，數放來，好，泡泡架，這個泡泡架，腰椎拍一拍，好，觀眾朋友嘛係哦，安尼可以緩和你的腰椎的受力，那我們舒鬆哦。
好，慢慢的原背放起来。好，再来哦，按咱的棒式，好，轴撑棒式来。好，用你的手肘苍轮，好，肚式离开地板哦。好，脚撑起来，好，观众朋友注意看哦。好，1、2、3，撑。好，屁股不可以翘哦，10分莫翘上来哦，要平的哦，肚式长上来。好，10秒钟哦，来训练身体内的一个腹部、腹肌，好，支撑能力，还有一个肌耐力。1、2、3，好，我要放手咯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下来，好，不用松，好，把它拍一拍，泡泡嘎，不用松，放松，好，放起来，好。今日的动作有一些难哦，能做到的吗？好不好的吗？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让来了。